下去了。哈哈哈！这些雨势还挺大。看这个雨势，山西的旱情应该能得到缓解。这都是主子您宅心仁厚，感动了上苍，所以上苍才降下甘霖，拯救万民呐。 想不到这场雨一下就是3天，真是一场及时雨啊，缓解了山区的旱情。这场雨虽然缓解了旱情，但是错过了播种的季节，灾民们仍然需要救济。我知道，我会让朝廷继续赈灾，让灾民们平安度日，直到下一个收获季。龙小弟，看来你这双聋耳真的打开了，能听见民间疾苦了。主子，咱们还是少在外面走动吧。 前些日子发生那么大动静，一定会惊动官府。索大人出去调兵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万一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的话，那可不得了。我想看一看刘德昭他们会如何行动。再说了，那日我们都易容了，他们认不出来。就是嘛，你要对我的易容术充满信心。主子，你看现在街道上，这个灾民比以前少了很多，多半是他们领到了钱粮，又看到旱情得到了缓解，所以都回家去了。 只是这些钱财还完全不够，有一些住得偏远的灾民，还有一些老弱妇孺，就完全没有得到救济。主子，像那样的行动，可一不可再，还是等索大人调兵回来，拿下刘德昭这个贪官，再安排可靠的官员，严格执行朝廷的赈灾计划，才是长远之计。说的有道理啊。 我跟你说，听说前些天有人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粮分银。哎，龙小弟，咱们都成了官府通缉的江洋大盗了。多亏了他们呀！怎么会像是铁匪呢？活菩萨呀！对呀，是呀，哪怕是活菩萨，现在都自身难保了。这劫了官粮官银，可都是杀头的罪啊！是啊，就咱们老百姓啊，最可怜了。逆来顺受是个死。 这官逼民反还是个死啊！你说他们这些好人都给抓了，多好的朝上太可怜分粮了。咱们老百姓真没有活路了。待我回宫之后，一定要将刑部那些盗案发回重审，只有那些真正打家劫舍的盗案，才判死罪，而那些被无良贪官逼得走投无路的囚徒。 全部从轻发落。龙小弟，你简直太圣明了！怎么了？他不过是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你就这么容易被他感动了？你不信他说的吗？我觉得这次来山西对他感触挺深的，他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。只怕他的真心，不过是一时头脑发热。 你别看他现在义愤填膺，对官逼民反的百姓充满了同情，但只要回到了紫禁城，他的心境和立场立马就不一样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他最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朝廷的权威和自己的龙椅，而不是百姓的疾苦。朱哥哥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心里怎么那么失落跟害怕呀？环美，我知道你对康熙充满了幻想，但将来你就会慢慢明白。 他绝对不可能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让开，让开！官爷，求你再仔细看看这画像，和老朽只是略有几分相似。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！这3个人看上去跟老实巴交的，哪有胆量去劫官粮官银啊？就是啊，看他那个小身板，个个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，就算有那个贼胆，也没那个能耐呀。行，这3位活菩萨神龙见首不见尾，给灾民发放完钱粮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 肯定是有来历的高人啊！就这帮饭桶，只知道欺压老百姓，他们哪有本事去抓人呢？就是啊，还不是只能找几只替罪羊上去交差呀？可是这3个人只是跟通缉的要犯长得有点像，当官的无凭无据的，能随便判人死刑啊？要证据还不简单吗？这帮官老爷哪个不是无中生有、栽赃陷害的能手啊？
这可是死罪，这犯人不认罪，当官的他也能硬判啊。嗨，只要进了公堂，还由不得你不认罪啊！三木之下，何共过去？对，到了秋后，3颗人头落地，这案子就了结了，关老爷又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走，咱们去看看去，看看巡抚大人。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对，走。龙小弟，怎么办啊？他们不会真把无辜的百姓屈打成招吧？咱们也跟上看看去。也不知道要怎么审啊！哎，咱们过去看看。走，快点！跪下！让开！主子，现在怎么办？临出来之前，为了预防万一，我把那道圣旨带来，要不然以钦差的身份进去问一下。不急，咱们先看看这个刘德昭怎么办这个胡乱。这也不让我们进呐！走。王13胡二狗谢大牛，你们说你们并未劫粮劫银，可是为什么从你们家中搜出了失窃的官银跟粮食？讲。大人呐，小老儿实属冤枉啊！那些粮食和官银，不是官府赈灾分给咱们灾民的吗？那夜在码头去了好些个灾民，每人都分到了1斗粮食和1锭银子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更冤枉啊！那夜小人听说有活菩萨要在码头上给灾民们分钱分粮，本想赶着去的。不料小人的娘子摔了一跤，把怀了3个月的孩子划掉了。等小人安顿好娘子，赶到码头，银子和粮食早就分光了，活菩萨也不知去了哪里。小人的家中穷的只剩下4面墙了，也不知差爷们怎会在家中搜出这些粮食和1锭银子来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冤枉的。小人那日夜里在家照顾病重的老娘，赶去码头也去得晚了，什么都没分到。哦，金嫂，有人拿着画像在小人家门口望了几眼，问了小人几句话，随后那人便送了小人1袋粮食和1锭银子。小人正感激不尽，赶紧去给我那快饿死的老娘熬粥。谁想到，还没等到粥熟呢，这时就来了几个捕快大人，硬说小人是盗抢官粮官银的贼啊！大人，小人实在是冤枉。我算看出来了，他们是拿着画像对比，看谁长得像就抓起来栽赃。小人冤枉，大人！大人要明察！大人明察！大胆的刁民，你们竟敢诬陷本府的公差！来啊，传证人！带证人！这架势，我看着都害怕，何况寻常老百姓呢？参见大人。好了，都起来吧。谢大人。主子，他们脸上那些墨汁啊，是我之前加过药的。要是想洗掉的话，除非搓掉一层脸皮，不然的话1个月都别想洗掉。这些梁上丝毫没有吸取教训，脸上的字还在，却又在陷害无辜百姓了。他们竟然如此不知悔改，将来我便命人将这些字刺在他们脸上，除非他们撕掉脸皮，要不然一辈子都洗不掉。真的？那就太痛快了，这就叫做恶人自有恶人磨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也是恶人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古往今来哪个皇帝不杀人啊？一句话不就血流成河吗？难道不是最大的恶人？环美，就算主子说了，在宫外可以畅所欲言，但你也不能不知轻重，胡乱说话。我知道了。
龙小弟嘛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更何况你是皇上，所以你肚里可以撑100只、1000只，可以撑上万只啊！所以你肯定不会跟小女子计较的，对不对？哎，行了，别说那么吵，我都听不清公堂上的动静了。哦，你们几个证人，认一认前面这3个，他们可是那日打劫你们的匪徒。没错，大人，就是他们。好，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大人冤枉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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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人！王13，5个人都指认你们，你们还有何话要讲？大老爷，老朽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这是我等从那3人家中搜出的迷药。这些迷药和米道府中守卫的那些完全一样。大人，大人，小人跟老娘直肠挨饿，早都不想活了，就连买包老鼠药的钱都没有，哪里来的钱买迷药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小人和娘子也饿了好些天了，家中若有迷药，早就不管这么多，先吃下去了，哪里还能留到官员们来搜啊？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卑职刚刚在高级药铺调查到，王13前些日子曾去药铺买过药材，这些药材正好可以配出强效迷药。这是高级药铺掌柜高老师的书证，大人请过目。哎呀，谢大牛、胡二狗，你2人没钱买迷药，那这药一定是王13配好后送给你2人的，对吧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小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王13啊！大人，是啊，小人到现在都不知道您说的王13是谁啊！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大人，老爷，小老儿前些时日确实到高级药铺买过药，只是想配一些迷药药兔子，怎敢拿这些药去药人呢？大老爷，更不曾把这些药分给2个不认识的人呢，大老爷。真没想到，他们连相关的伪证都做好，看这手法，简直是轻车熟路。看来，他们早就商量好了，如果找不到我们3个，就要拿这3个无辜的百姓顶罪。你们这些个刁民啊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还敢抵赖？冤枉啊！大人，冤枉！还不赶紧给我速速的招来！你们是如何勾结江洋大盗，盗取府库官银的？大人，小民冤枉啊！明察呀，大人！一群刁民，刁民！事到如今还敢喊冤？好，来人呐，每人重打30大板！看你们还敢嘴硬！打！小人冤枉啊！大